中國宣布10項對台政策，其中在進口台灣農漁產品這部分，因為受講到是佇九二共識甲反對台獨的基礎上，要來建立溝通的機制，這是牽涉到政治的立場，所以農業部甲農漁民是按算先觀察並看。另外，中共嘛提出開放兩岸直航，閣有予上海甲福建的居民來台灣自由行。就有國內觀光業者建議政府講，會當趁這個機會解除組團去中國的禁令，讓兩岸交流正常化。為漁塭仔將籃舀起來內底的石斑魚活跳跳，石斑往來設價等農漁產品，過去落尾予中國單方面宣布禁止銷去中國。這擺第10回了後，中國昨日宣布10項促進兩岸交流措施，其中包括佇堅持九二共識甲反台獨政治基礎上建立溝通機制，為符合檢疫標準的台灣農漁產品輸入中國提供便利。很多的養殖戶因為這個部分也賠了很多錢。那當然，我們現在有跟班員說，我們的養殖的那個種類或者數量，盡量不要像以前那樣子大量去投入。試駕種要3年呢，然後這個政策變來變去哦，農民無所適從。等到我們3年後要採收了，到時候政策不曉得是怎麼樣哈，所以這個是不確定性是最大的麻煩吶。因為它不是透過正式官方管道跟我們商量，特別有涉及到公權力的部分，其實應該還是要來交流才是正辦。中國開放前提插到政治立場，加上過去單方面禁止的經驗，和農業部加農漁民持觀望態度。農業多關的小長表示會審慎評估，以提高品質為優先，維持我們的品質和量。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大家一起要思考的，而不是一股腦的全部都輸往中國大陸。中國的市場是一個政治干預力極強的市場，也就是它是一個相當不穩定的市場。我們會審慎的觀察。農業部還未收到中國正式的來文，強調會繼續引導農漁業分散風險多元佈局。另外，中國為2019年8月暫定中國遊客來台自由行，這擺也宣布要推動開放兩岸直航正常化，佮開放上海市甲福建省居民來台自由行。團體遊呢，都是所謂的一條龍的業者，那可是自由行不會，自由行是你想要去哪裡自己安排。觀光業者認為，自由行甲團客無同，會當予各產業受益，直航同款會當予經商旅遊等需求的民眾受益。建議政府會當考量人民實際需求，就這個機會解除禁團令，予兩岸交流往來正常化。記者綜合報道。